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不聽話的雙手，作者阿粒。從前有一隻小動物叫阿黑，阿黑全身有黑色嘅毛，又有靈活嘅長臂，可以喺樹上面揈嚟揈去，跳嚟跳去，因為佢係我就係大猩猩阿黑，阿哈！大猩猩阿黑，雙手可以做到好多事，例如佢可以一手擘開香蕉，可以一手整斷樹枝，可以一手拎起好重嘅書包，而且隨住阿黑越嚟越大個，佢嘅力氣亦變得越嚟越大。阿黑，你做咗好多次司機啦，今次可唔可以我做司機啊？小美，唔得，我要做司機，但我都想做司機啊！唔可以，你要做乘客。貓咪小美於是落咗玩具車，準備坐上司機個位。阿黑用雙手推咗小美落地下，小美仲喊起上嚟添。我就係大猩猩阿黑，我力大無窮，阿哈！大猩猩阿黑開始變得越嚟越鍾意用雙手去解決問題。佢會用雙手推開、撞開，甚至打其他同佢玩嘅小動物。阿黑嘅婆婆仲試過話：阿黑，你再係咁，我唔俾你食最鍾意嘅香蕉雪糕啊！不過阿黑就諗：冇得食咪冇得食，我唔驚啊！大猩猩阿黑嘅好朋友小美俾阿黑推過之後，一見到阿黑就即刻跑走啊！哼，唔玩咪唔玩。之後喺公園冇人同阿黑玩搖搖板，其他搖搖板玩到咔咔聲，而佢嘅搖搖板一直都彈唔起。喺學校冇人同佢一齊玩車，其他有司機同乘客嘅車都笑到咔咔聲，得佢架車好安靜。日子耐咗，大猩猩阿黑覺得好悶啊！有時候大猩猩阿黑見到其他小動物玩緊，佢會走過去想加入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